師傅，我有問題，開光同加持有乜分別？你哋坐低，我慢慢話你知。開光已經有1000幾年歷史。從前當佛像完成雕刻之後，就會舉行灑淨、誦經，然後由高僧或者師傅用朱砂或者毛筆點佛像雙眼，叫做開眼點睛，又或者開光明。因為古人認為眼睛代表神采，點眼之後，象徵開始見眾生接受供奉。好多人以為開光係將神明放入神像度，呢個想法係錯嘅。開光係一種啟用儀式，迎請神明領力進駐，做一次就得啦。目的係令神像、佛像或者某啲法器正式成為供奉或者使用嘅對象，而唔係件普通嘅工藝品。用一個簡單比喻，未開光嘅神像就好似一部新手機，未有設定、未啟動，而開光就係完成設定同啟用，正式可以用得。所以開光嘅重點係透過儀式賦予宗教或者法事上嘅用途。明白啦，師傅。